弟兄姊妹平安。從5月份開始咧，我哋一齊用以弗所書嚟靈修。當神嘅話語進入我哋嘅內心，我哋嘅屬靈生命咧就一定被聖靈更新嘅。願意你都一齊被神嘅話語重塑、重燃、重新出發。咁今日我哋靈修嘅經文咧係以弗所書1章1到2節。經文咁講：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以弗所教會呢，係使徒保羅喺第3次宣教旅程當中花咗3年多嘅時間嚟建立嘅。其中呢，同工呢有亞居拉同埋百基拉夫婦，咁後來呢，提摩太都喺嗰度牧養，所以以弗所教會呢係有美好嘅根基嘅。雖然保羅身在獄中但佢心仍然係記掛住喺以弗所嘅弟兄姊妹，盼望佢哋能夠喺艱難嘅環境裏邊，仍然能夠明白神喺耶穌基督所賜俾佢哋嘅福氣，激勵佢哋咧活出基督復活嘅大能，同心合意一齊建立榮耀神嘅教會。喺經文裏邊，保羅稱自己為作基督耶穌使徒的。呢個稱號咧對保羅係有特殊嘅意義嘅，因為其實從前保羅係一個逼迫耶穌門徒嘅人，但而家咧佢卻係作基督耶穌嘅使徒。呢個係佢好大嘅光榮。每次當佢提到呢件事嘅時候，佢都非常感到欣慰。唔知道你有冇因為奉神旨意，你又成為神嘅兒女而感到光榮同埋欣慰呢？經文亦都提到收信嘅以弗所教會嘅弟兄姊妹，佢哋被稱為聖徒，喺耶穌基督裏有忠心的。有忠心嘅意思其實就係可靠啦，有信心啦，英文就係 faithful。而所有基督耶穌裏邊嘅人呢，其實係咪真係必然就有忠心、純誠信嘅呢？其實希望我哋透過保羅寫俾以弗所教會嘅真理呢，你同我都可以成為聖潔，喺耶穌基督裏邊有忠心嘅人。喺使徒保羅所寫嘅信裏邊呢，其實每一封信呢都有提及恩惠平安嘅。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本來恩惠呢個祝福呢，其實就係當時社會嘅慣用語，但係保羅呢特別加上一項一般冇記載冇寫到嘅平安呢個祝福語。呢個平安係屬於猶太傳統基督信仰嘅一個獨特嘅平安，表明咧係神上帝所賜嘅。而你會發現咧，呢一個祝福係雙重嘅源頭，即係話從我們父同埋主耶穌基督兩個嘅源頭，雙重嘅源頭。保羅咧係盼望以弗所教會嘅弟兄姊妹能夠更加深地去認識同埋經歷呢個雙重嘅祝福，願意你都一樣得着呢一份特別雙重嘅祝福。我哋一齊祈禱啊！親愛天父，感謝你今日向我哋說話，讓我哋忠心作耶穌基督嘅僕人，願意我哋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所得着嘅恩惠平安，都成為教會同埋別人嘅祝福，讓我哋更加認識你、經歷你，一生都喺你嘅旨意裏邊。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願神祝福大家。